好久不见，来看看你。你说我要干嘛啊？我坐了几年牢，到处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你说我要干嘛？开我！开我！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也想我了吧？这里边的东西你应该清楚，咱们加强合作。志明，秦雪，哦，那个昨天你的衣服，谢谢你洗好了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你的腿脚，这边，我来吧。今天吃了什么啊？段飞，那个，我昨天把咖啡洒身上了，然后他就借了毛衣给我，我就那个今天洗一下还给他。昨天的事不用告诉我啊。那个他刚才嘴角有点脏，所以我帮他擦了一下。我这个也不用跟我解释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们不认识啊？哦，那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个是韩志明，那个师彤的新助理，我的搭档。你好，段飞。啊，对，段飞。没事，我们先上去。这得等多久？等人出来就行。我饿。不是你怎么老饿呀？先说谁买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念在过去的情分上面。我们天浪集团已经和你们公司的韩元仓副总已经有合作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他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对不起师彤的。别装！韩，喝了！我只说一句，全力无条件的配合韩元仓。这样做对咱俩都有好处啊！啊！你妄想！我妄想。你很妙。
喂，好好想想，我说这么多是为你好。荷兰姐，云师彤。荷兰姐出事儿了，她现在有危险。走，快上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考虑的怎么样？你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。你要不是我的女人，我早就不客气了。我早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真的吗？有没有关系，我说了算。啊！还是那么倔是吧？荷兰姐，你放开他！就跟我来的够快的啊！靠边站，靠边！别冲动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喂。荷兰姐，这个地方你不能再住了，你得马上搬家，明天就搬吧。没有用的，不管我搬到哪里，他都能找到我的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干嘛？干嘛？你认识李达吗？不认识。李达？不认识。这不是你吗？那不是我，你有病吗？别吃了。你这确实不是。